各位仲發緊夢嘅打工仔，細心聽住啦！美國最新份報告出爐，話佢哋個裁員潮已經創咗個22年新高。哇！呢個數字仲高過我當年入市嘅股票跌幅啊！以前你仲笑緊藍領工會俾機器取代，而家 AI 自動化直接點名殺到埋你班白領。對啦，報告話有2大行業變咗重災區，你估下係邊啲啊？嗱，唔係講緊工廠落貨，係講緊你班坐冷氣房、自以為用腦做嘢嘅知識型員工啊！啲 AI 唔會 OT， 唔會詐病，學嘢仲快過你食碗麵。你份報告佢半秒就寫完，你仲喺度諗緊點樣寫份完美嘅 email。人哋 AI 已經進化到寫緊你嘅辭職信啦，老友。呢個唔係一時三刻嘅痛，係全球性、持續性嘅結構轉變。美國係風向標嚟㗎，你仲想穩穩定定打份工，打到退休，咪傻啦！未來嘅新常態就係高速淘汰同不斷轉型。你唔識用機器去自動化自己，你就係俾機器淘汰嗰個。你嘅價值唔再係你識幾多嘢，而係你點樣俾部機用得更有效率。所以各位天真嘅小朋友，個世界變緊啦，你仲喺度研究緊點樣準時收工，早啲洗定面，好好諗下點樣同你部 AI 拍檔，或者點樣做佢個監工，因為你個位好快就會有個 AI 新同事取代咗你。到時你就唔係打工仔，而係待業仔啦，早啲醒下啦！中年漢無音樂底都想搞 YouTube 點賺錢？以前聽歌都唔使識玩吉他，而家俾3888一次過 AI 創業復仇者聯盟幫我定做好 AI 復仇者音樂帝國自動發片系統，俾我永久使用音樂自己生成自己上傳，變咗10個頻道，1個月被動收入15000蚊。